地检署侦办金华城的弊案，针对第一波受害被告沈庆景甲营晓薇申请延长收押。法院伫拄则3点半审理着沈庆景的部分，营晓薇是明仔早起来开庭。若郭文铁因为伊的大新的校房柯之如，即摆伫日本已经互转洗钱的被告，只要伊一天无倒来，就无法度甲郭文铁来定罪。法界认为郭文铁互继续收押的几率真悬。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，对辉京集团主席沈庆景申请延长羁押。今日透早，伊嘛是看起来身体无好，有感觉的朋友斗相共，甲伊斗杀要去法院开庭。同款伫咧现场的，个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兴已经第9摆去检方提讯，听讲伊是要变高保，对检方问话伊拢有信。随第一波重要被告羁押期这边判，检方认定沈庆景涉嫌污洗含洗钱等等的罪。下晡3点半召开延押庭，营晓薇涉嫌违背职务收钱罪。开庭时间会伫咧明仔载透早10点50分。伊的助理吴顺民北检考量已经充分答辩，申请拒保停押。有可能改转做5点进前。目前其他共同被告陆续被申请延押，例如橘子都还没有到案说明交代金流，为了避免串证，所以延押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周刊报道，金华城案核心人物，甲郭文铁倒换金库金仔柯之如炸关键的 USB 含400万现金，8月2号出国大点伫咧日本。虽然伊方转列做洗钱被告，一天无倒来交代案情含金流，检方就无法度掌握郭文铁收人红包的事情。法界预告，检方申请延押郭文铁的纪律侦权，用时间来争取办案的空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